头信义乡的九美国小转型为民族实验教育已经3年了，特别来举办着成果的展览会，要让其他的学校甲民众更加了解到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教育。信义乡的九美国小是全台湾唯2间的双民族教育学校，学校实施民族教育已经有3档，最近特别举办实验教育成果展。 每一个东西都会牵动下一个步骤，所以我们觉得像这样子的记录是非常的可贵。九美国小是针对布农族和潮族2个原住民族传统文化的实验教育学校，课程真多元。成果展嘛去因仁爱乡的各小教师来参观。 最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九美国小老师们的团结力，还有他们拿出自己的才能去陪伴孩子们，做出属于九美国小自己的一些成果，还有展现。而且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有实践力的。展览呈现出2个族群文化复兴的成果，会展到4月底，嘛欢迎有趣味的乡亲会使来注文参观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